祷告手。今天是我们公司开月会的时间，那每个月一次，我会跟同事分享。今天分享的内容是在连续假期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个美剧，叫做《怒呛人生》。那它走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写实啊，在路上有2台车，它是互相的这个交错，谁不让谁，那就衍生了后面很多纠纷的剧情。我们都有一种朋友，平常很有礼貌，会说请、谢谢、对不起，但是呢，一旦坐上驾驶座，他就是另外一个人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坐过这种朋友的车哈？那我要说，这个情绪来了，其实是非常合理、非常正常的事情。就像我们饿了会想吃东西，累了会想睡觉，冷会想要保暖，这样子的正常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说，怎么样去抒发、解决、处理我们的情绪。第一，不能伤害别人，不能伤害自己。我想这个是最要紧的。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就是以稳定的高良率称霸。那也透过这个小故事，要祝福每一位可以有一个常常喜乐，像台积电这样子的高良率，在我们每一天的心中来产生。我觉得很感谢的是，可以向神来祈求。在圣经箴言有一个经节说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那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，当你面对冲突、面对怒气的时候，求神要带领我们怎么样来这个面对我们的情绪，来处理我们的情绪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，